七仙羽終於回應最近對佢嘅指控，就響尋日咧YouTube 頻道啦HK Wisdom 啦，就放一段有關佢嘅訪問，而且訪問入邊佢就住最近啲人話對佢嘅出生做出質疑，話佢講廣東話嘅口音似係嚟自內地多過似馬來西亞華僑。喺段短片入邊，七仙羽咁講啦。先生個語言嘅能力麻麻地嘅，我唔論講咩話，語言能力都唔得㗎。咪住先，唔好當啲聽眾係老人痴呆，乜都唔記得至得㗎。只要上網 search 就可以見到一大堆有關七仙羽可以講到一口流利英文嘅報導。當時佢嘅訪問報導入邊呢，七仙羽就話佢自己同外籍男朋友拍拖10年啊嘛，所以練得一口流利嘅英文呢，依家俾人話佢口音似係內地新移民啦，佢就講話佢語言能力好差。睇嚟七仙羽已經去到但求過關，去到前言不對後語嘅地步。其實佢嘅口音似唔似嚟自馬來西亞根本就唔重要。如果佢真係好似佢自己所講，出生自一個富裕嘅馬拉華僑家庭嘅話呢，相信點樣都可以攞到啲想幫佢自己證明佢嘅背景，而唔係冇證冇據咁響度自圓其說。至於訪問入邊仲有其他一啲關於話佢係神棍冇料到嘅指控嘅解釋，由於牽涉到玄學啊、風水迷信呢啲嘢，咁冇辦法驗證，佢講乜都得，我就留翻俾各位觀眾自行判斷。信唔信由你。條 link 我就放喺下邊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就 click 入去睇一睇。另外喺網上面有關佢嘅消息，仲有一單呢，就係有關2004年佢以筆名浩林出咗一本叫《侵犯回憶》嘅自傳嗰時，一週刊對佢嘅訪問，留意係訪問而唔係報導。今次咧就有網民咧揾翻嗰期一週刊咧，將篇訪問完整 post 翻出嚟，而嗰篇訪問入邊係有講佢出身，根據當時一週刊嘅報導，呢個筆名浩林嘅作家話佢自己係來自台灣，同佢依家講嘅係唔同啦。而七仙羽係否認唔到呢一篇報導入邊嗰個人係佢本人，因為呢一篇報導入邊呢係有好多佢嘅相，並唔係單方面否認就得。無論佢講話當時出書嘅時候嗰個人物設定係創作出嚟嘅，定係今日講嘅馬來西亞華僑呢一個設定係創造出嚟嘅，對觀眾嚟講呢啲都係唔老實嘅表現。其實七仙羽一開始老實咁交代晒所有嘢，而唔係一個大話接一個大話，相信件事都唔會發酵成咁樣，搞到咁啊！其實真係佢自己攞嚟，唔知你又點諗呢？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